各位乡亲，大家好，我是廖弟，今仔日要来甲大家讲笑话。如果若准备好，咱就开始。别讲啊，这阵仔一直落雨，阮厝漏水漏到，是要拜什么神啊？面桶起来神。这两只拢是熊猫，一个会送起来互你，另外一个你爱送起来互伊。帅哥，你要点啥？好，这蛋包饭20块尔哦，这俗，头家娘，我要一份蛋包饭。2,000 years later。来，帅哥，你的蛋包饭。这都真正蛋包饭啊！不过这我一喙就无安呢。明仔载就是母亲节啊！台湾的母亲节源自于美国的母亲节。其实母亲节上大的意义是希望咱唔通袂记起表达对母亲的养育之恩。虽然唔是法定节日，但是因为拄爱礼拜休困，咱就拢会伫这天带妈妈去餐厅食饭庆祝，嘛会准备鸡卵糕、礼物、红包，也是准备一束整容仔花，送予敬爱的妈妈。整容仔花的会议，伟大、神圣、慈祥、温馨的母亲，真情母亲，我爱你，温馨的祝福，热爱着你，无求大家的母爱。宽容母亲之花，浓郁的亲情，女性之爱，亲情思念。粉红仔色的整容仔花，祝福母亲永远青春美丽。红色的整容仔花，祝福母亲健康长寿。白色的整容仔花，对母亲永远的追思。黄色的整容仔花，感谢母亲饲养之恩。影片到这结束了，恁若介这些影片，请分享出去。顺刷订来看，热天不每晚暗时10点准时好播影片。刷！细汉时啊，拢会去看冰箱门关到什么程度，内底的火就会欢喜。世界上上遥远的距离，不是天涯海角，嘛毋是生甲死，而是流啊。